那我们重新的就是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聚集在这边。当我们在我们今天的主日开始之前，我们将我们自己全然交托给你。亲爱的父神，那我们在这边的时候，就是充满满的一个感谢。那我们在这边，我们来做5个祷告。第一个祷告，我邀请你们，我们一起来赞美神。那我们在音乐中，我们开启我们第一个祷告，我们一起同声的呼求，我们来赞美我们的耶和华。起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我们都要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配得称颂我，你是配得我们就是献上我们的一个赞美，是配得。